再来看新竹内关，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是火金菇生态重要所在。今年因为3月甲4月温度低，水汽有够，火金菇的数量是比去年更加多。对后礼拜开始，就是看火金菇上好的时间。黑暗中一时一时看起来有够水。4月到5月是火金菇的季节，新竹县内湾天然的环境，但年拢吸不少游客来这看火金菇。今年因为天气关系，加上水分有够，真适合火金菇探景。在对发展协会观察，火金菇的数量会比过去加2成。今年其实2、3、4月的时候，其实天气偏冷。天气偏冷，所以呢，萤火虫应该会比较晚一点出现。不过水汽多也会造成萤火虫的数量的增加，所以预计今年大概4月底的时候会有萤火虫的大发生。专家指出，火金菇虽然上介意湿湿的天气，不过也真惊落大雨，因为雨水伤济会影响到火金菇实果生长。因为对后礼拜开始是看火金菇上好的时间点，专家提醒大家，无建议炸伤过光、伤过强的手电，才袂去干扰到火金菇的生态。你可以自备手电筒，可以，但是我们现在呼吁呢，能够不要开，尽量不要开。手电筒你只可以照在你脚前的路面上就好了。以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，哎呦，我手电筒包一个玻璃透明的玻璃纸，那个塑胶做的玻璃纸，以为说这样子萤火虫就不会怕。后来发现说不对，所有的光源都是光害。台湾当地发展协会表示，今年的台湾火金菇活动，除了会提供现场导览以外，相关也配合举办各种的活动，希望游客来欣赏火金菇的时，袂当替台湾老街在地相关带来经济效益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